同心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，更感谢在主日我们仍然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。我们渴望主你同在我们中间，你的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，你赏赐我们每个人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，赏赐我们的属灵的智慧，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我们在和平使者的操练中间，我们已经进到第3步，今天是进到第3步。前面的2步中间呢，告诉我们，在我们要当和平使者，也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，我们有冲突产生的时候，第一个，我们先回到神的面前。因为冲突是带来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这个机会是什么机会呢？就是让我们有容神益人的机会。我们可以让人家看到，我们愿意谦卑，跟大家一起来求和好的话，不是我们能，乃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中间，神催促了我们，我们将一切事情就荣耀给神，因为这个神是这样，是有权柄的神，他又是一个美善的神，他又是一个永久不改变的神。就是一个信实的神。当我们将一切事目光，我们的目光全部仰望在神的时候，神的眼前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带到比较正确的路上去走了，不再是看见是你，或是看见是我的好，然后我们才进来去看我们的坏到底是在什么地方。要跟别人谈他在这事情上面应该负的责任之前，我们应该先检讨自己，也就是进到第2步说，除去我们自己眼中的梁木。因为我们常常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，没有看到别人自己眼中的梁木。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谈到认罪带来自由，在前一个礼拜呢讲到冲突孕育于身，孕育于心呢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常常会有偶像在我们心中，并不是在庙中所看见那个偶像。这偶像怎么产生呢？你因为有欲望，这个欲望没有达不到的时候呢，你就变越想越值得，我配得的这个，你就变成是讲我一定要。在一定要之下又得不到的时候呢，你就开始论断了。论断之后就开始有一些惩罚会出来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冲突，神利用冲突将我们心中的偶像显露出来，然后就带到说我们应该认罪。认罪的4个步骤呢，告诉我们第一个要悔改，你有动力有心意，我真的想要去悔改，然后才要知道自己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呢？所以的进到第2个是有叫自我省察。自我省察里面也告诉我们，至少有6项可以去考虑，是不是我们的言语问题，是不是我们想要控制别人，是不是我们言而无信等等这些问题，甚至是因为有罪的欲望而产生的，是自以为意呢，骄傲呢，还是怎样，还是有其他的这些原因。当这些你愿意去自我省察，知道自己的错之后，你才有办法去认罪。那认罪是很简单，只是在口头讲说我对不起而已吗？我们的课本告诉我们有7个 A， 那我们如何进入真正的认罪？那个深入到非常的部分，包括你知道你的对象是谁，包括你知道我要负起完全的责任，所以我不应该用的字眼里面说如果、但是、可能这些字眼都不应该去用到，因为你要负起全部的责任。你已经具体的知道你到底是哪边的错，你也知道它的严重性是如何，所以你准备去承担它的后果。等等这些告诉我们，甚至我们还体谅了对方。我愿意请你饶恕我，但是呢，你可以有时间去考虑，没有关系。你愿意等待，等待他哪一天他自己非常得到了释放之后，这是我们学习到，我们要去跟别人和好，要把这冲突解决的时候呢，先考虑自己，先除去自己眼中的这些梁木。所以第3步，我们要进到说，我们要去挽回。要讲对方，让对方也知道，在这个冲突中间，他应该负的责任是怎样。我们应该用爱心服侍人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，到底要如何做？这就是我们今天第1讲里面要讲的，只在你们中间。我们先提到我们2个人之间如何在冲突之间，我可以努力的部分，也可以让你知道你该负的责任是怎样。我们不去宣扬它，我们就在我们2个人之间来谈到底是怎样。今天的经文呢是加拉太书第6章第1节，我们一起来念一次。来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
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这是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里面的，他知道他们的加拉太教会里面呢，有人犯错了，他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，希望我们有属灵的人能够用温柔的心去挽回他。这个经节等一下我们会解释到，所以在这边不多加解释。我们来看呢，在我们过去所学习里面，第一个呢，耶稣要我们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可以看得到弟兄之间的刺。那保罗呢，又刚才经文又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去温柔地挽回别人。这里面告诉我们两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是乃是我们自己的事情，所以我们要看清自己的过错呢。我们虽然不容易，但是至少我们刚刚上过有这么多个步骤，这么多个经文，它来告诉我们。所以只在自己努力就可以，似乎我们比较有把握可以去改善。我不知道过去这么几个礼拜里面来，我们的灵命操练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在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上面已经得到了改善了吗？已经有从神的力量来帮助你吗？让你能够去改善自己吗？我不知道你认为是如何。盼望这个问题提出来，我们自己去想想看。已经过去3个礼拜了。我们从荣耀神进到要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，这3个礼拜中间，你是不是有所得到这个力量，能够改善自己的部分呢？今天第二个，今天的经文是讲到我们要去如何去跟别人来谈，要对犯过错的人来温柔挽回，是帮助他们要负起他在冲突中间的责任，而且我们是要有爱心的去做这件事情。我相信这是更难的事情，因为对方一定会有反弹，一定会有防卫的心，甚至他会觉得你怎么配得跟我讲这种事情呢？等等这些问题，我们到底要如何才能够有效的去达到呢？今天我们就是一起要来学习这个，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，圣经的教导到底是如何。要进入温柔的挽回之前，我们要有一些心理的准备，心理要建设起来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我们不要让这些事情已经达到已经快爆炸掉了，我们才来愿意去面对这个事情。也就是不要让它在恶化之前呢，我们就应该要去处理这件事情。否则的话，越来越晚处理的话，就越难处理。然后第二个呢，要以神对我们的怜悯为前提，向人来宣示奇妙的好消息。也是神这样将我们从罪恶中间把我们释放出来，而不是用对方的罪恶感跟他的这个羞耻感来使对方压迫对方。你必须要改变。在我们的课本中间前面有讲了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呢，我们会自己看。他是原来是有人有了冲突之后，有一个人愿意来跟他道歉，而被道歉的这个人呢，乃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他常常在言语中间呢，常常会产生别人受伤。他自己是知道或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去跟他讲的人，先跟他道歉，抱歉，他上个礼拜怎样子的反应是不对的。但是接着他用很有技巧的方式，慢慢的跟他提到，人家都知道你是基督徒，但是你常常在这种场合中间，你去伤害的人，所以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难过，甚至对基督教都产生了误解。等等这些用词跟他讲之后呢，终于让他也能够了解到他必须要改善的地方。中间当然有很多过程，包括说他讲这个的时候呢，一开始讲的时候，那个基督徒马上就防卫心就起来了。但是后来他是告诉他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，但是神爱我们，不管我们犯的任何的罪，神都愿意赦免我们，你我都是一样。所以并不是要来讲对方你的不对，要让他产生的罪恶感，让他产生这种羞耻感，不是，是告诉他开了一条路给他知道，我们的神是一个慈善的神，是一个怜悯的神，任何事情到他面前，只要认我们的错，他就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用这样子的当我们的出发点的时候，你才有办法达到这样子温柔的挽回。第三呢，当我们的言辞经过智慧跟恩典的调味之后，智慧跟恩典不是我们自己有智慧，不是我们有恩典，乃是上帝赏赐给我们智慧，赏赐给我们这个恩典的时候呢，让我们愿意依靠他的时候呢，他就帮助我们，
让我们的言辞，让我们所讲这些话呢，都能够成为彼此要和睦的帮助，它就能够建立更坚固彼此的关系，而且能够让人去来将一切荣耀归于神。所以这一点是告诉我们，你要去温柔挽回，不是靠你自己，不是你温柔就可以了。人的温柔都是有限的，你要靠神，还要靠他的智慧，靠他的恩典，才有办法。冲突呢，能够带给我们机会呢，向人表彰显出来基督的爱，为福音做见证，甚至那些要攻击我们，都会受到感动，因为你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你乃是靠神的力量在做这件事情。既然知道这些心理建设之后，我们今天所要谈的就是你如何能够去跟你有冲突的人，要如何去跟他谈呢？那时机到底在如何，在什么时候呢？我相信最重要通常都是3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你到底要何时去跟他谈；第二个，你要用什么方法去谈；第三个，你当然是要跟谁去谈。这几个，那今天来看的话，我们大概只有2个，因为我们知道是要跟对方来谈的。所以呢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你何时要去跟他人来单独讨论对方的过失呢？我们已经不再讲是自己的，因为自己的前面第2步我们已经讨论过了。我们自己要有一些悔改，要自我省察，要愿意去认罪，要愿意改变我们自己，等等这4个步骤。我们今天要谈的乃是对方，我们要怎样在帮助对方知道他在这件冲突中间他应负的责任是什么，然后我们共同让这个冲突能够得到和睦。因为神告诉我们，马太福音第5章第9节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要称为上帝的儿子。在什么时候我们就要去谈呢？第一个是当对方得罪我们的时候，因为在马太福音第18章第15节说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，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误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这个经节呢，在讲之前的时候呢，18章的第11节到12节到第14节，乃是讲了耶稣讲了一个比喻。他说，要是有一个人，他有100头羊，有一头羊走迷的路，他会如何做呢？他是不是会把这99只放下，然后去找那一只？找到之后就非常的喜乐，甚至大于说这99只仍然存在。接着第14节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爱我们人，不愿意失落任何一个人。接下去第15节就谈到这一点。所以当讲这一点的时候，它背后的意义乃是在告诉我们怎样，耶稣不愿意因为有人2个人互相之间得罪而没有去处理的时候，你就失去了他了。就像牧羊人，他有一只羊失掉的时候，他不会接受我有99头就好了，我那一只没有关系啊，我这远大于那个。不，他一定会放下这去找那一只。天父也是一样，他也告诉我们，当你跟别人互相之间有冲突的时候，你不去处理，你就会失去这位弟兄了。所以你应该去失去啊，就像是牧羊人，他要尽力去找回他所迷失的这只羊。当对方得罪你的时候，你应该这么去做。耶稣告诉我们这样是这样，他要我们去找他回来，并不是用去责备他，你为什么得罪我？而乃是要用修复的方法，因为他最后在18章第19，刚才的第15节告诉他说，指出他的错，然后讲最后他要听你，就得了这个弟兄。你去责备他，你可能会得着他，他可能会听你吗？所以应该是用很修复关系。我们曾经有这样子的产生的这样子的冲突，我们已经开始关系有的破裂，我们要如何把它修复回来？这是神耶稣所告诉我们真正的目的，在这个地方。他用的方法是怎样？他乃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4节告诉我们说，要用怎样？要用警戒的，要用勉励的，要用扶助的，而且要充满了耐心去做这件事情。神要我们是用百般的忍耐，用各样的教训、责备、警戒、勉励人。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2节也这样讲。提摩太后书乃是保罗写给他的同工，也就是提摩太，
他在牧养一个教会的时候，写给他，告诉他：你务要传道，不管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。然后怎样？开始你要有什么心态呢？要有百般的忍耐。